喺歲月嘅長河裏，除咗語言同埋文字可以記載歷史文化之外，大家應該更加鍾意用照片同埋視頻嚟記錄生活，因為佢哋嘅話咧，好似係一個時間膠囊，封存住一個個珍貴嘅瞬間。今日就同大家一齊去到中山圖書館欣賞一下楊隊榮楊老師珠江子民系列攝影展第一場時間嘅穿越。每一張相嘅話咧，都係嚟自上世紀70年代，反映廣東同埋珠三角民眾嘅真實生活。無論係紅領巾為五保戶送柴火嘅真情畫面，抑或係每家兩個菜遠親勝舊鄰嘅溫馨場景，都可以感受到當時嘅醇厚嘅人情味。曠野同埋騰樓嘅交替，龍舟同埋車流嘅競渡，見證住時代嘅滄桑巨變同埋社會嘅進步。楊老師用相幫我哋記錄落嚟，等我哋真切咁感受到上一代人嘅汗水同埋心血嘅交織。同埋咧，喺你觀展嘅過程中嘅話咧，可能會隨時同相中嘅主角不期而遇，俾呢一種嘅話咧係唔知自己穿越咗翻去咧，淨係佢穿越咗過嚟嘅奇妙感覺。咁如果有緣分嘅話咧，仲可能遇到楊老師喺現場嘅，會親自為你講述每一張照片背後故事，帶你走入佢嘅攝影世界，領略當時呢張相嘅動容時刻。相信你咧睇到呢度嘅，一定係對呢個攝影展係非常之感興趣啦。咁嗱，臨出發啦！係啦，我係阿明，發掘廣州更多有趣嘅地方俾大家。